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搁再来，我拄则所讲，一定会实现。我要叫你搁再替我生一个后生。你，我安怎？你听无清？我搁来讲一次，我要叫你替我生一个后生。你出去！妈妈，我什么代志？做咩啊？你是做饭啊？你知影？是安那迄个人搁再出现？妈，你根本就免惊伊嘛。不管恁什么关系，你若惊伊，伊就愈要欺负你；你若唔惊伊，伊就惊你啊。妈，你以前个顶前是倒去倒噶，你安尼敢是会中伊惊咧？是啊，我样样看到伊，我失去控制。唉。拄才出事个，将伊当作人受人，是要来找我。哦，你还受人遐真尔济？无做，敢若两个呢？我知，这个是阮老爸。这种经理，我要搁离开这，我特别来休息一下。你要离开这？无你入来内底坐坐啊。恁爸爸有答应讲，迄部场要陪我，你等于连会来。我无要入去。一个查甫人有走伫查某人的面头前自杀互看，已经无啥物尊严啊！你是讲？我无讲啥，我希望你留一条路行。你嘛，互一个查某人感觉伊啥物拢无，佮口仔讲伊是捌爱过一个人嘛。我当我面头前提起爱我的代志。是啦，应该讲话拢讲过啊。我特别来甲你休息的，因为你关心我，甲我当做你家己的囝。我希望我老母亏欠你的，有一天我会当补偿你。你也家己保重。我是你。做文，你台北有朋友？我是讲真正的朋友。那安尼，我等下摕一张名片给你，你有啥物代志去我公司，我公司的人会帮忙你。免，我要靠家己起来。老困难，我打电话给一定吗？哎，王大哥，你。代志？我拄则打电话去恁兜，恁兜人讲主角一个拢无转，伊敢藏伫个座位啊？我嘛唔知，无安尼我就看卖，若随我打电话。你知影无？人为着要找你，从公路车头找到火车站，拢找无你，伊才甲我找着。
阿官，我实在这话嘛想袂到，你连要走拢无要甲我讲一声，你心肝来遮尔凶。我嘛是不忍心甲你离开啊。我真是的，我唔知应该安怎甲你讲。你点点我离开，互我担心，互我挂念，你还敢对我气坏哦？我知我对不起你，也毋过我的无奈，我的苦衷。我咧做比较艰苦，你知无？你要走，我袂阻挡。也毋过，你嘛应该互我知影才对啊。阿官，我要答应过你，即摆转来了，我无要搁走啊。即晚我袂用个无走啊，叫我安怎甲你讲啊？我知影你即摆要走我，因为你即摆比顶摆失去搁较济，希望嘛搁较大。无定就是安尼啦。毋过上界重要，我一定要找着我的老母啊！拄只阿清伯啊，叫我来找你转去。我想，伊大概知影伊亏欠你啊。无可能！我甲阮老爸讲过啊，我无可能伫个花园宫内底对我一世人。我亲像要做人诶。我了解。你若了解，你莫阻止我离开嘛。我早就甲你讲过，我无要阻止你啊。我是希望你甲我讲一声，互我会使祝福你，祝福你早一日找到你妈妈，祝福你早一日成功倒转来。主文，你还无甲我讲一声就离开，对我来讲是遐尼残忍，你知无？对啦，拄好一个空间敲电来找你，伊讲主强伫遐，叫你赶紧去解决。公公，哎呀！公公，哎呀！我小弟帮。你来了真拄好，我拄仔要爱去你啊，向你提钱。你欠钱啊？当你是咧讲心笑的，你若害我哪可能爱？哎呀！收收少了500万。我有个博士啊！你博士啊！你安尼甲对你去家己啊？你去收收是无？我知我唔对啊！你当对不起你过，但我你袂当对不起阿爸。新爸歹囝用真的啊！你查某囡仔是无？我哪知伊是爸歹囝用真的？王主教，我讲，你讲的较好听了。啥物我爸歹囝？啥物我用真的？不就是，你不能爸歹囝，你不能用真的。你甲钓伊钓。我讲，你莫跋私交到我这欺负面咯。你若讲我爸歹囝，讲用真的，我对你无对我。还有，你讲恁小弟仔欠的钱，你要还？玲玲啊，一手还钱，一手解了。啊若无，咱老无是要安怎？是安怎？我偌粗你看我讲。你要贵，伊欠你偌济200已经有甲你讲过，伫迄场里，加钱装阮老大遐，拢总差不多500。玲玲啊，对啦，我想要记恁交警的负责任。你，凭啥？凭伊想要讨小，我要还钱，哦，钱害我判一公款，伊无可能原谅。可你我是来还钱的，别小拍。好了，
我会晓带你去救阮大个，也毋过，我咧警告，假使你若无大汉钱，你就无法度离开这所在。请。哎呀！我小弟讲，这个花瓣，我需要小弟做面子。好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当你真狠呐！这个代志免管，只要你讲给我的讲，你当好把事你是什么叫？哎呀！我要过你说，这该从也袂紧转来，有你较照顾，还做老板，莫伤害伊。哎呀！哎呀！救命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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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我怎样想，拢想。我讲话，好吧，好吧，进来，好个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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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这就是王子强阿兄。我叫做王祖文。王子文，这名咱捌听过。伊讲要替小弟喊笑。哦，真好。我想要借5百，到1000万。无，你在讲啥？你是在讲啥？分数全是。我讲讲，请你。我开安尼已经算来算，安怎？是要借唔借？你平时还要甲借？因我王祖文3年，当一个魔鬼自然就是我创来算。大桥头乌龟只迄年才只使同我算。哦，所以拄则我讲，你的名我敢若捌听，人叫你输呀。是噶，3个月前我拄起来遐出来。你的行情不止500，也毋过我内面无现金的。好，你让我会用去。哦，这盘，你若是输咧，真简单啦，钱害你嘛，最起码我这条命唔拿值500万。好，红兵，来，500，是。对，来。我王祖文就座，对今仔开始，绝对无要搁再跋筊。假使我若违背誓言，我愿意接受上天的责罚。
来酒，来传。来，现在，八六九，无命病，你拢酒，把两口杯拍。大，这个色调看真怪。我知。到即摆大概以后赢300万。叫小菜，甲数你甲会算。红龟哦。歹势啊！小等，你会把部迄撮看嘛？是你家己看唔白，你无准备头。老大啊，这500，这差不多575万，扣掉我小弟欠你500万，还有75万。我是你。哇！怎样想，拢想无。哎呀！王阿祖，你真牛，你真会啊！哦，既然安尼，咱一支手，我来将你毁掉！哎呀！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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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你想要这样对我放在北一块买钱？是，
总是我的心不在乎。3天前我就就出来改掉，想要为着你，我不该，我对不起我家己的心。我知影，拢是我大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是的，你对不起我，你害我，我抢不了。这个白红强，等你叫我讲了，我才讲的。但往到我这条路行伊更高，你别想抱伊的希望。哎呀，我知影，我甲你话好我记，我绝对袂让你白白为我牺牲。我清楚，我绝对会改过自新。抓白我囝，做你的好兄弟。哎呀，你看这，我送你一包吧，你看这多少钱？